一定爱去看册啦，所以讲呢，伫这个当中呢，或许呢，有这个机会叫咱来学习，因为佛法呢在所较浅啦，当然对了解这个经典呢，尤其是这个大经，佛法所研究的，会使讲是非常的浅薄，只是搁伫学习的阶段。那当然呢，有不足的所在呢，希望咱各位前面来宾呢，会当甲互我做一个体谅，那伫顶一处呢，就是拄好这个形容品，第一，伫这个即届呢，伫这个21页，伫这个21页伫这个21页开始，当然咱就或许呢。分享到啥物所在，咱就到迄个所在，来做一个杂志。那佛法呢，要花这个时间，剩的呢，8点钟呢，咱各位请贤大德，大家踊跃来做一个分享看咱每一个的这个见解，大家来做一个切磋那这个本文呢，或是家己念的就是讲做一一凡诸文明，总来我用入率，世人生死时代，入定将日只求福德，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诸生dục地福而可及，入定国气，自看智慧，处自本心，发这之性，各作一题。来庭莫看，略无大义，复入依法，为第六大祖，推极缩气，不得力，思量即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殊结，若如此者，论道上定一力见智。这是这段的这个本文那当然呢，对了伫这段来讲呢，嘛就是讲迄个咱五祖为了个传承，当然这有一个传承绵绵相传，师师弟有本心，那么有去违反本体，一个祖师呢传一个祖师，过去伊是单传独授。所以讲呢，咱伫这个所在，卖甲你看会到的。当然，伫五祖的门下弟子呢，其实讲起来，嘛会使讲真济啦。但是因为迄阵无到普传，伊是单传独授。就是咱求道的时阵，讲师甲咱讲，道是单传独授。所以讲呢，好话不传用你。所以讲，迄是天时的应验。所以讲呢，过去为了延续着这个道理，那有会当一师传一道。因为五祖到这个时阵呢，伊嘛必定爱找有了传承的人。为了传承的人呢，伫这个所在，当然，咱讲上天无私，伊亦是父，伊自我，嘛就是讲你爱有法度，有迄个智慧，去见识。会当得到了伊这个啥呢？这个自性本自清净的一个法门，就讲顿悟的法门，必定你爱有法度去来体会啦。若无你要得到了这个心命大法来传承呢，当然这就是一个困难。所以讲当时五祖呢，为了讲起来是讲公平啦，所以讲呢，伊也无讲特别，来讲指定了啥物人，当然伫迄个时阵呢，可能较看好的就是新秀大师嘛，伊是帮忙五祖来教授了伊的弟子的一个教授师，所以讲呢，伊嘛并无因为安尼呢，要传承互这个新秀。新秀伊若无到迄个智慧，所以伊嘛无可能传承互伊啦。当然呢，伊到即个所在会安尼讲呢，其实伊应该嘛知影六祖呢是有迄个智慧啦
哦，所以讲呢，咱日头咱就去看到，因为逐组呢，甲五组结缘的时阵呢，伊就会当达到见性，只是无搁有五组家己即个正道利益，若无伊就是伫迄个时阵呢，就已经有见性啦，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五组呢，当然伊就交代所有的弟子呢，来啦，总来，咱当然伊就来讲无向入说世间的生死事界。当然，世间的生死事界来讲起，生死关键，天堂地狱，那么也就是讲，你会当落叶归根，归回到你的原点不？当然，这是生死大事，因为先人差了伤济，所以讲呢，伫这所在，五组呢，甲安尼讲，那当然呢，入定将你只求福德，伊嘛知影所有的弟子呢，为了就是讲伊出家，来拜五祖呢，伫伊要去了解修道的宗旨，拢嘛像咱世俗的人共款啦。咱世俗的人就是讲有我嘛有去皈依伫倒一yer，拜什么师，皈依伫什么所在。那么有个人去到信仰某一个法门来讲起，伫伊无了解到修道的宗旨，拢是亲像五祖伊伫遮所讲的，注定将你只求福德，为着要求福德修啦。所以讲呢，有当时讲，某一个人去到某一个法门，但是无伊所要买，嘛是讲外在的，无伊所要得到的，平安大趁钱拢会当伫顺境呢，有可能他就会离开这一个这个法门，所以讲这个因为世人无去了解，所以讲呢，五祖的弟子共款，这是五祖所讲的，就是讲大家呢拢是将你家己咧求迄个福德，受迄个福报，人间福报利益，所以伊后壁就讲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成就业福报可期。无爱求会当脱离生死的即个门的即个法门，你为虾米无要求出离生死苦海的法门呢？其实讲起呢，要当过去师父伫有本身的当下，去了解这个修道伊的宗旨，为了超生了死呢，其实是寥寥无几啦。可能伊嘛无迄个地位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有可能嘛毋是伊无爱，只是伊无迄种的见解，像讲应该福报一般的信仰宗教呢，有个人就是讲安尼嘛，你搁伫道场嘛共款呢，伫咱道场虽然求着道，但是呢，求着道了，拢搁会发生代志，会感觉讲你管道嘛无好啦，因为安尼讲嘛会破病嘛会断着袂紧所以讲呢，伊就会放弃了这个道场，就去寻找他要的，去找伊去过，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就爱看伊个人的地位，所以讲呢，自成就业福报可求，重点嘛就是伫这个所在固然咱做真济的福报，普求造路扶贫济困，行尽世间的善事，大家就感觉讲我有咧做功德，我有咧做好善事，但是呢，自成就业要你做善事，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咱的自成未歹去，嘛就是讲你失去了你这个慧啦，因为你无有了你这个智慧去见解外在的一切，拢总是缘生缘灭，它不是究竟。如果若是究竟，咱福德就毋免悉达多太子就毋免去修道所以讲咧，伫这所在，你自成圆满，那么咧，伫这所当中咧，那么无法度救了你的自成，因为你共款爱对着了解六道轮回，
所以讲的收费不收福不收费，福中嘛纯粹就是这个，因为伊知影人成福，但是伊无智慧，吼，人讲你着无修心养性嘛。有个人讲有啊，我嘛做足侪善事啊，但是毋过伊性格无好，吼，伊的脾气无变无好，哦，啊，伊嘛是会搁去做毋对的代志。有当时讲歌妓女方嘛咧去啊，所以讲咧有咧做善事，毋过你无有了个智慧去修心练性，不会双修，那当然你自性未歹，福何可求？福伊无可能咧，会当互你真正了脱生死。好，那如果有咧咱讲五祖咧，伊就伫这所在来讲起。所以讲咱修道咧，当然咱家己爱有这个智慧啦。哦，伫啥物法门会当互咱达到超生了实？哦，伫咱修道的当中，你的宗旨伫对，你也要清楚。若无，咱讲也要对白。哦，到最终咧，人会当等你，为什么咱袂当等你？因为你心用不对，你要的要错的。哦，所以讲咧，伫这当中，咱即届虽然是大道普渡真容易，当互咱得着道，但是咱若无有即个智慧的见解，有可能嘛，感觉要下求道嘛无啥。哦，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就失去了着求道修道的这个意义。那么呢，伫这当中呢，五祖为着要传承嘛，所以伊就交代大家人，恁着去自看智慧啦，处处本心，发这知识，各作一己，来互咱五祖。互五祖看了后，若如果呢，伊会当悟了大义，那么也就是讲，伊会当来明心见性。那么呢，复以依法，自从这个祖位来传承，互伊会来改做啦。所以讲呢，要大家呢赶紧去，问这个那么呢，伊甲伊交代，伫伊要会当做首一首记了后，第一，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书见。没有经过书序的，没有经过书序，先像讲这个六祖咧拜五祖的时阵，伊讲欲求好物，五祖问六祖讲欲求好物，伊讲为求作物，不求于物，那么这个五祖呢，就甲六祖讲，你是南蛮的人，你头法度欲，头法度人来得道修道。欲堪为这个当然呢，伫这个五祖呢，甲六祖讲，并毋是轻视讲伊无法度啦，当然这嘛是一种讥讽的话啦。所以讲伫这所在，五祖呢，甲六祖讲了后，六祖讲，自性人有南北，自性敢有分南北？你是何上心，我是家条的心，我自认我是家条。伫无文化的所在啦，我这家条，那么呢，你是何上心，我是家条心，但是自性有何差别？伫这所在呢，六祖安尼讲了，五祖呢，听下安尼，其实，咱讲因性大义咧，伊就知影讲，六祖的来历呢，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呢，伊有见，安尼敢有见性？有啦，伊就见性，只是还未受五祖甲伊见道而已。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咱讲言下之见，若有此者，闻道上人亦必见之。那当然呢，伫这个所在呢，就是讲，在这个人生过程，无论讲在逆顺境当中，或者是讲在种种这个环境内底。你都有法度，无必要着外在的一切来甲伊蒙蔽去，你就是260中呢，你都能够体会到这个自性它的存在。那再来呢或许你家佮甲伊做一个他的分析啦
那当然咧，求福田来讲起，求福田就是咱较多讲过，只是来世人间的福福而已。所以讲咧，修福不修慧，福中嘛真多，咱来甲修。伊有福，但是伊无慧，伊会当享受福报，所以讲咧，伊无法度来做人了。伊有法度咧，伊可能就失去了即个人格。伊有福报，但是无做人的格，因为伊失掉了无常之德。无常之德。那么呢，为什么伊会失去无常之德呢？当然，伊就是失去了伊的什么义务。所以讲的修福不修慧，福中嘛真多，其实就是爱部分传说。所以讲的，咱拢定咧比咧，为什么这个宠物？宠物有当时生活嘛比咱较好。有啦，一只狗啊，拢出国会所谓偌济，爱去用美容，加头毛、洗身躯，嘛交人带做伙的，真正人讲享受了人间的福报，迄个较贫困的人真正人不如狗。你讲这只狗唔对吗？这只狗唔对啊，这是伊福报啊，因为足侪狗。为什么话狗嘛有带皮裤狗的命嘛无共啊？为什么狗的命会无共？因为因过去做的无共。所以讲呢，伫即个宠物来讲起来，伊有做过去有做足侪福报，但毋过伊嘛咧做唔对。所以讲呢，伊做唔对，就是失去了个上德，失去了人的德。所以讲咱即个世间人报纸人看起来讲迄个真正迄个人真正精神不如人，你也看人，为什么人会精神不如？伊就掠这个人的心，为什么讲精神不如？因为咧讲伊会做人，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所以讲咧掠人心，但是伊就因面受心嘛，人面兽心，就是已经有人的心，但是失去了个上德。即使有做福报，未来世当然爱好享受，但是你袂当做人。所以做人，有当时啊为人嘛无困苦毋管才是爱做人较好，因为咱做人咧，做精神，伊实在袂讲咱就是畜生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求的福报，若较属实，你伫即世人，你修行是为了着福禄寿，你的心理会着伫遮。你会足认真要安怎去累积着这个福报，但是你无迄个智慧去修心养性。所以讲咧，咱头拄仔就是咧讲，就是讲伊有咧做福报，但是比起无病的原在，伊嘛做足侪唔对所以讲伊就是无修心养性，所以咧，伫遮咧失去了即个人格。伊所证的只不过就是一个自世法，是一个自世法，毋是出世法。所以讲，你的心用伫遮，你绝对会成就在这里，不可能成就在这里。所以讲，你心用伫对的成就是对的，你心用到对的成就到哪里？所以讲咧，伫求福田来讲起。他还是坠落了生死，无法度了脱生死。所以讲咧，伫遮咱来去看，有足侪王婆将相，伊会使讲享尽荣华富贵，为什么伊要去修行？咱世间人毋知影讲，我来修行就是要得到福报修，但是嘛，过去的诸佛菩萨，伊是王婆将相，你啥拢毋免做啦，食好做天客啦。这个是山珍海味穿的领导方式，为什么伊毅然决然舍掉荣华富贵去修行？当然是爱福田嘛，但是伊无爱，所以人有关大来讲，伊有超越的地位，每一个人的地位无同款。所以讲咧，伫世尊伊体会人生的无常，那么舍掉荣华富贵，甲无出家去。
修行。哦，那么修行呢，也就是要会当互伊找到伊本来的面目，哦，变他弃伊本有恢复了个本有，而来成就了超生了水的法门。所以讲呢，这个爱有智慧啊。所以咱世间人嘛是爱看咱的眼光到对啦，哦，咱的眼光，哦，所以讲呢，伫世间。其实姓名来讲，在我们赚进前世这个陪上生命有什么意志？用什么换来自己的生命？没有。所以讲呢，过去王佛众上修行，伊其实嘛是视线的，时间没有人去看。所以讲回来讲，是都是在上你咧讲的啦。各位浅浅，敢是咱咧讲的，是有影这件代志爱无？有啦，他都视线给我们看的嘛。你讲我迄修的，唔知会当转来，袂当转去，拢嘛讲吼，恁这道中的人讲，其实毋是道中的人讲。诸佛是这个诸佛菩萨，过去他就视线给我们看的。我嘛是人啊，虽然我是王佛众上，不过我嘛是人啊，但是我会当去修行，而我会当离开了这身世。伊时间互咱看，你既然咧学佛，你若学佛太袂成佛咧。所以你知道，互我讲，咱拜佛礼佛念佛，不过一定要学佛。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若如果着重伫这个福报内底，你绝对不可能了脱生死。所以你超过生死，一定要修行。伫修行的内底有法门，过去咱来甲修。新修大师伊是教授师，伊要得到五祖的心法。那么六祖呢，伊毋捌字啊，伊会当得到五祖的心法，伊会点得伫倒？当然伫后壁会讲定啦，后面会讲到。所以讲呢，求福缘要了生死，你要了生死有了生死的修持方法，以及他的法门。所以讲呢，伫求福缘甲了生死，这是生死的关口。所以我拢感觉讲，咱即期拄好天时的应运，互咱会当得到倒。若无你甲想，当时拜五祖的门下敢有济？咱伊无记录有偌济啦，但是应该嘛诚济。伊为虾米拄独独传互六祖？伊就拢规世的弟子拢甲叫来，这意思中央拢传互伊。那安尼咱讲得到应运的关系。三朝普渡我拢比咧讲政府山仔，才是因为山仔起啦。正港就是白羊起啦。所以讲得到上天咱得到有两种的因缘，一种就是应机而说，应机而说就是安那拈花微笑，拈花微笑。搁加伫咱空无住传互了个简注，那么这种是应机而说。一种就是普渡，伊当得两种的原因有两种的因缘，讲这个道理。一种是应机，是单纯无错；一种是普渡，咱即个讲得到是普渡。所以讲起来呢，咱爱非常的感恩，而且很肯定的，咱说要等着末节上天降大，所以讲呢，咱要得到比咱较容易。所以讲呢，伫修行修道的课程当中呢，咱为什么一定要精进？因为咱一个人要活久毋知啦。毋是讲若少年时，我若等到50岁我事业成功的，才来修。迄阵就因为趁钱免烦恼嘛，所以来修行上好。感谢50岁。你讲一定50岁就趁钱？好来，咱来意见无就足好啊，拍算咱讲咱的生命长短咱无法度嘛，但是生命的宽度以及深度咱会当嘛。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就拢会去互收回去。若无呢，咱伫人生内底无常。修道是最好的，就是在当下这个理解现状的，很谈的所以讲呢，
若公司小过较无工课，也免烦恼，咱加减啊趁我天比，加减趁，加减趁就是讲若来访亲吼，感觉讲迄无啥，毋过你咧访亲，敢有啥？有咧，哦，有去访亲咧，会知。虽然是小户吼，你认为无啥，有你去甲做，它也是累积积沙成塔。哦，所以讲呢，咱爱好好把握，会当我们超生了死的这一个法门，咱一定爱好好把握。所以讲呢，这是生死的关头，细年的先事事代难。所以讲呢，咱遇到这个因缘，你爱好好把握，因为你无好好把握，稍纵即逝。稍纵即逝。因为或许呢，你后来或许嘛一直咧想讲吼，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下定是要安怎毋知？敢讲你真看你健康就一直拢健康？敢会？无咧吼，迄报纸看出来，即个人吼食甲遮清淡，有咧运动足养生毋过咧检查落去恶性肿瘤已经袂死去啦。你若是讲咱自由迄个董事长，50外岁。咱50几啊54吧，54嘛。你嘛无想讲我54岁就翘辫子啊？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人生真的就是无常。咱既然修行太多，当然圣凡怎么变形起舍，要安怎去处想？因为钱是现实问题啦，因为咱在家修嘛。咱若毋是讲人咧强人，咱咧强人，咱免烦恼啦。10百人出修炼，互咱自信哇！但是当然咱爱家己谈啦，所以讲呢，以圣凡变形嘛是上天互咱开了一个方便法门，无咱过去修炼爱出家做伙修干练苦嘛，爱遁入空门，咱即个当牵车带主，会当在家修嘛，私人的应分嘛。所以讲呢，有即个遮尔好的因缘，咱无去甲伊把握，袂当点是，敢一定互咱等会着？这个都是问号。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要去把握，因为它真的就是差在你升降的问题，嘛就是讲你要安怎落叶归根，还是要成就来世福报？当然，这个差是差在这个地方，但是差之何以6万千啊？咱甲看无啥，毋过呢，真的就是差很多。就是讲你会当转去享受天伦之乐，爱是坠落速生六道，你敢有差？有啦有差啦，迄毋是差尔，毋是讲你较有钱较无钱，迄其实无啥差。但是天伦较地甲外头差很多，差很多因为过去咱拢讲有可能是道教啦道教有可能仙佛带即个带即个啥咧，带人的灵去游天堂甲地界。最近有看的是上帝耶稣嘛带伊的弟子，迄个是讲去韩国是画家，嘛甲带去游地府转来互伊画迄个情景，多好调咱过去咧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讲伊嘛是讲伊会安尼做，有亏嘛就是第一，劝人一定嘛去越做越快。上届你一定要守住你迄个线，当然会当得到你可以了脱生死。所以讲呢，以这个生死来讲，对人来讲真的很重要。因为咱人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咱的灵性袂死，身躯会破去，但是灵性袂死。所以过去修行的人是为了着灵性，要安怎回归转去到伊原点尔，毋是为着这个身躯。无再爱修行，人死就煞，再爱修行。但是呢，剩下你嘛了解，咱人灵性呢，它是不生不灭。咱的身躯是缘生缘灭的。你要甲老不一定老，你要甲老嘛老袂了啦。所以讲呢，圣教有了解这个智慧，伊
会当去了解了解，伊的关键所在，所以他选择修行的路。伫伊人生会当找到一条归路，袂到最后要行上不归路尤其是好势搁咧修，即届搁有道人得，敢是安尼？如果若无道人得，拢总是单纯独修，你咧修了好生死的法门无，当然咧，大家就是以做先为主嘛，以做先为主嘛，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咱伫这个外国有一届一个法会。这个法会咧，当然咧，就老师领读，就有浅显的野手，讲老师慈悲啦你像这主席公益会你看你字卡不够方便应该我们要学学他嘛，因为安怎讲，安尼人济嘛，安尼，老师伫遐讲总共行3年啦。伫遐说啥？伊讲今仔日恁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听为师，一席话，是因为恁过去已经做真济，亲像伫实际功德会内底做，而你累积的福报，你才有今天的因缘。正常是他们要羡慕你。而不是你羡慕人家，但是伊讲，当然心有余力，伫推动道路的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救济别人咱道场刚总干事在这里，有咱算是爱心会总干事咱的样子我们也有在做，咱不是讲咱去办道的救众生的救这个辛苦的我们不要，嘛袂当安尼佛是慈悲嘛。当然，他们有他们因的使命，咱有咱的使命。各位先生，感谢安尼，唔是咱唔做。如果大家都安尼做，那么上天降道道有要推动。所以讲咧，因的使命，这是老师讲。那么咱有咱的使命，行有余力，当然我们也要去，别人要去。协助兄弟姐妹他们的痛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要有这个机会，咱一定要修，爱听，那当然呢，去后壁遮来讲，使用这个用你见性的当下，其实是爱你一定达到限量的境界，就是讲你当下。来个使用这个用嘛，那如果你经过想的，而且甲你讲，彼样的境界是经过心意识内底，搁伫遐咧想足济，然后去描述了这个道，描述了这个自性，那当然这是经过心意识的，那就不能达到见性。所以讲咧，见性来讲，大做都有嘛。因为一讲伊就讲人有难法，自性无难法，伊若无见性，伊才会讲安尼，伊就袂晓讲安尼嘛。所以讲咧，伊就是已经达到见性，伊当讲人有分查甫有分南部人北部人，那么咧，毋过伊的根性无分，所以讲咱的乾坤是有这个身躯，哪分乾坤无这个身躯无乾甲坤因为伊是一个元素嘛。伊是一点的力，毋是有身躯咧分辨嘛，所以讲咧，伫这个道下内底，伊已经就是有达到那一种意境的，你当下这个现象的这种境界，如果你若是经过心意识，搁伫遐咧传播，虽然讲言语道断嘛，道看袂着，咱到底讲道，有啦无讲道才会使。因为看无，兄弟姊妹呢，伊毋知影，讲这个道，这个道佮看无，要用互大家看，佮摕袂出来。所以性价借不言性，借不言性，
所以有大理清净心改讲，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应行入业；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好，也就是讲，有了着河汉车道，有了着山川河海，有了着万有。万有，这个万有，当是无中生有。咱所有看见的物件，本来讲无嘛，哦，所以讲呢，伊是无中生，无中生妙的。啊，这有关数。一本善万书，亦就是道。道是道主为了要互世人文人载道、文辉道，伊不得已一定爱安尼讲。哦，伊主要是讲文人载道，是讲，有了解这个文字，互世人往那个方向去体悟讲道的存在，伊不得不无讲嘛袂使，啊无讲言语道断嘛。然后你用嘴讲出来，就毋是道啊。但是你阁袂当无去行动，因为兄弟姊妹主宰在空，你敢爱用有去甲对治？哎呀，所以大家遇到了，咱拢无好处，真办法就是安怎摕刀互大家看，无大家袂相信啊。所以讲呢，众生执着空，你爱用有来对治。甲你已经成熟啊，了解。你爱伫有，甲伊讲无，足歹，这解释足歹讲哦。哦，伊无一定讲到有，互你看会见。有影就对咧，若无道吼，趁即个世间，哦，你要看人看无苗，毋但讲无中生妙有。哦，即摆咧，哦，为啥咱咧讲善甲公益？先是针对，为什么？因为若要鼓励人做好代志，你若无甲讲你去做善事，迄公平咧，当然大家感觉讲他就不想去做。所以讲咧，伊就以着这是善，嘛是真正是善对啦。只是你无去甲讲，想讲这也无代价啊，我付出也无代价啊，所以爱用善的名甲恶的名。安尼就是咧做公平。慢慢去来引导，互伊了解了后，毋但是公斤内底，甲咱讲，凡所有上皆是虚妄。凡是因为愿如风狂炮样，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咱伫道场讲无为而为，敢是讲会无为而为？咱做拢毋是，是无要你生死。如果你做的，你所奉献的，你所牺牲付出的，你搁生一个有为心，就亲像牛母地，上得不得下得积德嘛，为了要互你提升到生命的升华，互你达到自信本质清净的意境，是安尼尔呢？毋是讲你做的就不公平，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清净的，你个执着的有跟没有，就是心中有物，你就不清净，不清净就不可能恢复到你菩提本质清净的意境，所以就是要把你这摕落来，所以一定公平，把你扫除，无代表你做的就是无，所以讲呢，咱真呢。兄弟姊妹若执着伫有，搁爱家讲无去，无去毋是做的无去，是你莫执着，咱有自在。若无我讲，若乡公讲，今仔日讲若50个人，进一个人50个有济无？足济好欢喜甲，你银行搁解困搁上欢喜我安尼安尼太，我嘛无想到我会当50个人，欢喜不解困困去。所以你嘛无自在无自在你就没有见性啊！
你失掉你本质清净啊，所以也讲啊，你要执着，你要无为而为，主要是要你达到那清净而无碍的空相。所以讲呢，咱无妙有是无中生妙有，咱正为什么爱修道？为什么要听道理？听道理，为什么？因为咱正爱做啥？伫因中烦恼的道理。咱正爱上课就是安尼啊，有中，咱正就是有嘛，伫爱学，爱有中学烦恼的道理，慢慢甲你自在内心执行上所执着的一切善恶对待，如何把它达到最后的空相？这个是咱正。咧研究道理，就是要为着要了脱这一些有中烦恼的道理啊。咱这就是安尼嘛。所以讲道场上一直互咱咧无为了无为，敢是伫有中咧烦恼，但是安尼毋是代表问啦。咱毋是一般教门，就是讲一直互你有诶，你就是自细汉嘛。你就会执着在这里，你不要让恢复到你本质清净，真的那就是有困难的。所以讲呢，你这所在，咱一定应该了解，你道场上，什么是顿悟的法门，以及渐修的法门，法无三性，无下性、中性、甲上性、甲上性、甲上上性，是因为人有离顿。那么伫下性。要安怎来教育互伊进中性，然后互伊进上性，以达到最后的上性。你袂当讲下性的人，你就把他抛弃啦。咱正的就是讲你得到顿悟的法门，但是你要借着渐修，因为你一定要了解修道的宗旨嘛。无有影的，你无了解的，有当时修道嘛是会起亏面的。因为安尼讲，伫道中也要学也要做嘛，对无？要护天嘛，咱做甲起亏面。所以讲呢，咱若去了解，当然面上你会欢喜做，甘愿受感恩，竟然从一周就就安尼。因为他经历2次的生死，迄真正拢差不多爱死的结果无死。所以伊讲这是上天予伊的予伊的迄个生命。所以讲因为我即马若出国，等来到要出去拢伊咧知嘛。我自己啦，主长，好势若离泰国，因为即马来好就是咱来拍电话，较早爱钱，即马来用钱呢，爱会通，所以好势若定时要转来，互我带。主长自己啦，咱定时有时间无？因为我着定时要转去，大概差不多几点我会到机场，搁去到高铁，当然测定时间知影几点，我感谢主比啦，伊讲你毋通甲我感谢，是我爱甲你感谢，你互我有了解的机会。所以讲武汉迄阵在咧上班，因为较袂拄啊好啦，真正大概拢嘛爱请前去载。安尼，当然迄阵嘛，伊咧载较济啦。因为我退休落来了，我想讲因为若有接到人要出门爱要转来，我拢会大先知影嘛，人安排工课。我想我咧载就好啦，毋免定定麻烦啦。安尼，骹手会重。有一间甲杨经理讲杨经理你爱甲，迄阵是助理嘛，你爱甲助理讲，我了完啊，意思就是共款的叫，毋通讲我家己接着家己去做，安尼就对啦。杨经理甲我讲了后，伊看我感觉去载，真正因为咱讲
但要了解你无了解嘛袂使。所以咱伫因在教育班，为虾米讲吼？咱家己爱找工课做，爱去找工课去做。因为咱真正需要的人，伊想要了解的，他不要空度良辰的。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呢，毕竟他也敏感。所以讲呢，咱泰国迄个古语，伊少年仔20公岁尔结果伊就比一种支骹咱像长骹就对了，就是讲咱西汤伊个微血管拢破咧，真敢咱像咧长骹，伊是到尾真正无法度行路就叫人拖倒掉。去互看医生甲讲，你这爱læ射，毋过læ射咱自费可以爱差不多9万块。因厝的人甲讲安尼我会付你3万。伊个少年人其实也还没有经济能力，所以讲你也拍袂回来。我讲好啦，无我来帮你想办法啦，无变怎？因为前个现在你嘛爱甲顾好咧。该花费你爱帮你想办法，无要成就一个人才，讲遮简单。所以或者呢，甲答应，就爱甲一寡浅显化用嘛，都要互我出，互我有法度啦。互咱的当然有找咱几个浅显，咱比如遐林啊遐个，搁民防组长，搁有几位当然全力组长去用一下。互我甲讲者，伊讲好啦，我2万啦。伊就讲安尼，老师讲过，是人互咱机会表现，所以足感恩的。伊嘛佫甲我谢谢，我是爱甲谢谢啦。但是呢，伊嘛是讲谢谢是互伊一个表演的机会。伊看过老师的话，当然这个是讲。它有反作用力，其实回馈回来的还是在自己的身上。你做的先高，最后都回到你的身上。但是，咱的观世音菩萨，今仔日下午拜，当时伊过去做，回馈倒转来。所以讲，先有外先甲先就是看咱伫遮做济做少嘛，付出济甲少嘛。若安尼恁是咧做啥？咱家己咱这啦，咱包括好势啦。其实嘛是，安怎做拢是家己的啦。因为要了脱生死，你没有把握机会，稍纵即逝啊。咱各位浅显，你到场你无做，会工课哪有人做？所以较早咱老前人讲啦，你不做有做的人，你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话拢想讲，我今仔今仔日无，明仔载佫有诶啦。这个月无明年佫有诶，安尼，唔知讲今日月就生气啦，因为时间它不能再回来，所以呢，伫这所在，咱一定要把握在做。那么当然，有几个家呢，思量这不重要，就是讲你如何在见性，就是要在当下，在当下就是你已经有这个意见啊，你敢有法度动它吗？但是。所以讲身受伊就是未到迄个心顶，所以讲伊也答袂出来他答不出来，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变成一个人，真正你的智慧有够唔够？搁而且你修行的法门对到有关系？有，上去讲妄着因成佛，妄不着因他修行啦。当然咱说咧个人拢嘛阮都有去对拜师安怎咧？我当咧讲咱台中大大主，迄阵水莲大主甲道已经规依在家医师，规依是10几担的人来。一个来求着道，咱负责人认真道伊来求道了，伊随还袂转去，随敲电的转互因传顿小弟，再无听见。迄个来规依的你讲要搁叫伊来求道，较简单。较困难毋是讲无啦。所以讲咧，这嘛是来看咱每个人的记忆，家己的智慧，那么呢，伫这个我性论内底来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那当然呢，伫这个所在呢，或许就借着
一些典故叫咱大家来做一个来做一个体会啦那当然，而且这个典故就是讲，伫这个宋辽年间有一个日本的一个道演禅师那么伊去来到这个中国来到这个中国呢，伊就是去安那，伊就是要去参禅悟道所以讲呢，伊来到中国呢，已经一段时间点，伊就转去日本。转去日本的当然呢，大家拢知影，伊是来中国是来伫即个啥呢参禅嘛，参禅悟道嘛，大家拢嘛知影。所以讲转去了后呢，大家呢赶紧要甲问这个道演禅师，去中国你有得到啥无？是学着啥得到啥安尼？那么呢，这个道演禅师甲伊讲讲双手空空回来只懂得一件事而已安尼，相信刚刚按不干捌一件代志安尼。我大家就紧张大家就做起就迄样嘛，认为大家认为懂得何事你是学着啥物代志？伊就讲眼睛是你的，鼻子是这一间树女学了小济，所以讲唔知影树啦鼻子是树的，咱眼怀偏执，敢是？你讲过是都我等下这道理禅师知影。那么伊安尼讲出来了后呢，哇，迄人就去笑到要死去笑到讲双手空空，就啥物咧目睭是看的鼻是直的，大家不知所以然嘛。但是道演禅师伊捌所以讲呢，所以人就哈哈大笑，因为伊唔知影好。所以讲呢，而且特着咱老师即句话讲，上师闻道勤于行志，中师闻道欲存欲亡下师闻道哈哈大笑。所以讲呢，知影道源上师呢，伊讲伊去得到一项代志，就是知影目睭看的鼻急的。那么呢，下师闻道哈哈大笑，犹说不孝不足以为道啦。因听到的若无像道不以为道的讲这道就无啥物可贵若足简单就伊知就对啦。所以因为伊无到迄个地位哈哈大笑。所以讲你这个所在来讲呢，道，伊是你要去体悟，不是看得到，你要去体悟，可以去悟道，你可以去体悟得到。若无咱讲真诶，你看会到这拢是道，咱大家敢有讲好面？有否认吗？没有嘛。道是一个体化物，但是用看会到是道的用，敢是？所以咱头仔咧讲万意嘛，无中生妙有所以讲伫这所在呢，自然咱就是看会到拢是道，孕育而来的。只是伊的用，替咱看袂到。所以讲道看袂到，结敢看会到？结会啦，这人道结袂歹，就是代表这人有道。所以较早讲有道的人分甲无道的分是安怎？这皇帝做遐拢是干上咧享乐的，当然无咧插百姓的，讲这是有道的昏君嘛。若有道的人本是爱护了这百姓，甲这百姓照顾到非常的好，人讲这是有道的人本嘛，就代表伊是有德的人本。是因为道是看袂到，所以呢就没办法。所以讲起呢，佮再来。伫这个古早呢，有人去青山，参访上师向上师请教啥物是佛法第一义题。上师问伊讲你拄仔入来的时阵，敢有看到山坡？伊讲有山坡引导。敢有听到溪声？迄溪水咧流的声这个人呢，嘛甲伊讲有
啊，开声吼大声，上师甲讲完那就是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开声大，山坡大。啊，问伊讲哦，上师问安尼了，伊甲讲那就是了。佛法第一义题，啊问这个问题，伊讲那就是了。各位浅显，伊讲是的是什么？认知的那个道，认知自信，自信才会知道。为自信，那知影山坡很陡。那就对了，伊也来讲，我这个辛苦，就知影这山树大的有牺牲很大，代表我这个自信作用嘛。安尼有没有了？安尼有意味着无？有啦吼。我较早上师吼，下咧传道，伊甲讲现在出20批呢，毋是艺术中央会都安20点而已啊。哦，所以以这残疾来讲起来吼，真正有影，伊你嘛听伊句话是安怎讲，啊，迄意是安怎说，你不要去看那一些。哦，啊，所以讲你这个所在，吼，伊会讲山坡平陡，吼，啊溪溪声诶水流声足大。就是自信的作用，啊，它就是佛法第一义，来讲自信。好，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有无都有无，自信有无有，无自信起作用，咱生活无路用。咱会当直接坐是自信起作用的，但是啊若无吼，伫迄殡仪馆那是安尼，你嘛是有看起规身躯好好啊，哦。但是为什么病人的身体在那里，你离开，那一点点已经离开，他的主体离开，好啊，所以讲你再来讲，有人问柳州上师啦，什么是道？哦，啊，这个柳州上师讲，你吃饱了吗？啊，吃饱就去洗碗。安尼是咧讲啥？啊，食饱就去洗碗。大家讲道在平常。好，伫遮嘛，大家讲做你该做的就是道了啦。啊，为啥物是道？各位先生，这个典故安尼讲才有意会着无？所以我们直接讲，写一体，体看不到，咱看就是讲个体。那么呢，伊讲我啊，吃饱就去洗碗，你有去做牛肉的道，人甲人相处 OK 就是道理内底，敢是？所以讲道在平常，哦，伊这就是道，就是伊的用。所以讲体甲用，安尼咱真有意味无？体甲用绝对在自心中，敢是？哦，所以讲呢，咱的自心当中呢有一个体验。那么呢，啥物是道在日常，真的在入堂。你若讲平常时你个做无好，你讲我咧修道，那就真的就是讲不过去了。哦，咱拢会感觉讲哦，来道友那是咧修道啦。哦，啊，所以讲老师大人讲哦，不要在道场行王道，在家行霸道。如果就是安尼，你讲修道嘛，都讲袂过，因为那个叫做没道了。哦，啊，你若如果讲哦，260宗你都能够做你本来做的，那当然你就是在行道。哦，260宗拢是流入之道义的可贵啊，安就是道啊，无免安讲。哦，安尼就是道啊。那么呢，伫这所在伫自心当中，所以呢，咱要找好要去找。有啦好诶，对是了，迄副大大尊你敢毋知？迄若要拜吼，就爱去拜迄那个地方。所以咱就亲回嘛是吼，若要看爱看大间诶文章。迄细间诶吼，伊讲感觉讲较疗效啦。其实是你诶心较疗效，毋是分哦。大间诶较有分，较无分，是伊诶形象较大较重要。咱这小佛堂会会运营，因为哦，拢是相像。啊，但是无了解，着重的就是这样。你嘛袂使讲伊
是咱了解的，就讲对无错，哪里没有佛？哦，刚才讲有一个典故嘛，吼，一个典故就是讲，伊才会走去河时内底撒伊泡鸟，哦，师傅甲讲，伊才会住进河时内底，哦，撒伊泡鸟，这就是佛大的所在。伊甲反问哪里没有佛？佛拢住伫，佛拢住伫就等于，毋是佛等到佛，敢有啦，那就是一个举例哈。所以讲呢，咱伫这所在，或许这两个典故这样，安尼大家有了解无？有啦所以讲呢，伫这所在，伫即人心见性成佛，你当下来讲，你可以体悟，你是不是见性的？你若真正见性了后，你就会趋向成就呢。其实见性就是成佛了，就是一定是佛啦。那当然咱今日呢，得到我们也体悟得到，但是我们在修持方面呢，当然要再做一个调整。所以讲呢，有一个涅槃，才能成就无疑的涅槃。所以得到论法，当然也要爱讲修啦。咱来论道上日，泰山崩以前，安住本心。那当然如不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论道上日呢，也是讲见性的人，就讲论道上日，就是讲，也就是讲，你今仔日碰到任何的逆境，即摆莫讲逆境伫顺境会一样伫顺境嘛是会考验一个人毋是逆境会当考验一个人逆境嘛会当甲比如讲是泰山崩以前，我修道我度遐济人，我伫道场那外面只我拍拼命，但是到神都袂保庇我毋修我不要修了，因为神都袂保庇。所以讲，伫这所在，伫逆境当中，你无法度能真正去安住了着你的心，而你无法度达到袂当因为一个见性的人就是讲，他会如遇到什么情形，他还是安住自己的心袂因为外在的一切影响他的心境，因为伊如如不动。因为自性本何以自性不无动摇嘛？安怎就是讲不为所动？自性它就是这样伊袂被外在所以讲咧，咱咧讲今日咧乌音是无日头，还是日头去乌云早？是日头去乌云早来的。那么呢，就是讲咱今日。如果你是见性，你就会体会到外在的一切，它是缘生缘灭，伊自然的现象，所以你袂去互伊影响了你内在的那一种清净以及你的明心，不会。所以你见性的人呢，其实讲你处理这个论道上面呢，你还是可以安住你的本心。安尼呢，如如不动。为什么如如不动？不为所动，因为伫遮来讲，凡所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咱各位浅显，咱敢有做者烦恼的代志？然后有真捌开始啦，咱做细汉也毋捌嘛，毋捌代志，真捌代志，甲真烦恼敢有做者？有啦，敢有行过？你若要行过，就去遮啦对，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讲天就是晴时多云活着你嘛，人生敢是安尼？就是安尼佛教叫咱人安修，妄作不归路。不归路就是轮回嘛。什么是轮回？咱若得失的心，就是在轮回，伫咱的轮回的内底因为你欢喜就是天道，无欢喜就是地狱。
啊，所以讲咧，不管是离开轮回生死，哦，还是一个小的轮回，啊，你小的轮回敢有艰苦？有当时啊欢喜，哦，欢喜不分，哦，啊，有当时啊咧就是哦意志消沉嘛，痛苦咧。所以讲咧，天堂地狱，天堂地狱，哦，啊，所以讲咧，已过天情啊，天有情时多有国正义，但是嘛是有已过天情的时阵啊。咱过浅浅，行的路就是已过天晴啊嘛。啊，你敢有不断的在这里，哦，你想念，它是一个其实人世之间的苦就在这个地方，它不断的在上演，哦，苦乐苦乐苦乐。但是咱今日修行，要安怎伫这个苦乐的内底，你去体悟到还所有相，是因为它是延伸。言内，它不会伤害到你的自信，是你的心被外在所去牵引着，被绑架。所以，后面底下讲认为是所有因缘，它是延伸两面嘛。哦，你不会去在意，还所有相，还所有相，皆是虚嘛。你认为足欢喜，哦，哦，足欢喜啊，但是你敢在意？炸袂起来，哦，啊，所以讲呢，你这所在嘛是甲咱讲，我们如如不动，那就是外在的一切，它是延伸延绵，哦，啊，因为呢，为了让明心见性，哦，那比如说，在你修行的当下，哦，在人到上正的当下，你要守住你的本心，那一种哦不兴不变，哦，那么不不动摇，哦，啊，那么灵心百万啊，再来呢，就是哪？何以诸心不不生灭嘛？何以诸心不不动摇嘛？何以诸心灵心百万嘛？何以诸心不不动摇，不动摇，哦，不动摇啊！所以讲呢，它是稳如泰山的。好，所以讲呢，你这所在其实我们在修行，不断的在学习，咱就是要找个定啊。所以讲呢，大家讲定静安稳定。所以讲呢，当你道场，你相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要找到定位。所以咱透过了个学习，然后去理路。人生的真谛真假虚实，然后理路出咱人生一条要行的路。那么，为这个研究，当然呢，其他就是讲家己自识为要，就是要找个定位。当你找个定位了后，你的人生哦定因为啊定位有够安怎为了定位呢？伊个定位啊找无对，安怎为了定位啊？所以咱伫遮坐是为了要找定位，定位啊找到了，定静安稳定，你就会循序渐进的。所以讲，咱伫遮就要找个定位。哦，按照我人生哦，真个咧，模模渺渺，真真假假，我那个也杀袂着。哦，啊，你在平时那杀会着，唯有就是多听、多闻、多看、多学习，在修道上的功课。啊，然后呢，咱就会当哦开启咱的智慧，只言一言呢，我们就是哦，会当你修道的当中呢，哦能够突破一切，你就会守住你的本心。我们再讲讲哦，你轮哥总结的当中，你还能够安置本心。安尼呢，其实咱的定位有对，袂讲因为外在的一切有所动摇，那安尼始终如一，到最后你就可以归根突变。那再来讲将日处分推移，地上规范，我定将人不输定心用意作意。将平和尚有何所用？新受所上者，现为教授书，必是他日我会满足其
上往用心力，主营文化壮介色心含言莫定，以互依旨授书，和完作题当然大家就理解，因为无做讲恁拢去做一首题我看有建成我会当传这个依法互你。安尼讲白定清就是安尼因为无做伊是知，但是呢，为了公平竞争，伫迄个当中呢，你若无天意来做一个见证，当然你袂当指定嘛。所以讲呢，伫伊安尼交代了呢，这孙仔伊呢就安尼就讲咱毋免定心用意做题因为教授书、新秀大师是咱的教授书嘛，个时间伊会当定名，对无？伊的意义上好尔嘛，咱就毋免搁加用迄心所以伫这当中呢，这个往用心力，所以讲呢，就家己大家拢想讲安尼就一定是新秀大师的，咱以后就对着新秀大师安尼就对了。那当然这个所在就甲咱讲言人无言理啦。任人不任理，所以讲以修行来讲这嘛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伫修绝对袂使言人，不能任人，任人嘛袂使讲修言正道，嘛袂使看人修道。今仔日互我做毋对，无代表道毋好各位先生。有法人讲伫言甲动作毋对。希望伫边仔甲我偷讲一下，然后我来，互我来当改变，互我去改变，家己有救啦。若袂当改变，搁去浅浅，恁有哪安好修呢？毋通讲这个人就去体堂跳的我今仔要跳，大家来跳，安尼跳我无关系。迄是恁要对我跳，我无交代大家来跳。所以讲呢，咱伫修行内底。因为每一个人的意见不一样，修持的意见不一样，它的价值不一样，所以讲呢，你修道为当然会愈修趋向越圆满但是呢，有当时为咧修就是越存越薄嘛，甚至伊甚至有心情用功夫，或者是落在外表，图领道义而已。如果你若讲真正是看人修道，当然你若看别人好，别人好是那是没有错，就亲像咱的学佛共款嘛。因为佛就是天下的法则，你唯有就是对着伊的因缘有依者，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咱道修内底，大家拢有不圆满的地方，但是伊的不圆满，毋是道的唔好，是伊人的唔好。所以讲伫修道的当中呢，有了着点点滴滴，有可能嘛感觉到正常，因为安怎讲？因为咱已经就是一个凡人嘛，咱毋是拢成就圣人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若如果讲是言人无言理，那安尼呢，我们是会半途而废。像这孙兄弟就无做交代，讲恁要去听一个字，你讲毋免想这一定是咱新秀大师的啦，我就免收袂当安尼。所以讲呢，伊就是言人无言理啦。因为理不是这样，修行不是这样的。无因为咱咧修，当然会当愈修愈 OK， 但是为咧修，不但无 OK 咧，有当时反射，比无修搁较严重。若安尼要安怎？你敢讲这是道歹，毋是道歹，是人歹，是人的意见无够，他的用心不够。所以讲呢，咱伫修道当中呢，当然咱讲。有修啦，当然要一份去改甲足好势，嘛是困难。毋过，咱一定要慢慢，趋向于圆满的，看安怎来做。所以讲呢，伫咱人啦，所以讲伫咱修行学道袂使修行正道，袂使因修行正道。这个人教我较好，我甲伊照顾甲无微不至。毋过迄个人歹。佫瘦，佫无地位，
是平等心，众生较有这个不平等的心，所以行平等心，才能成就佛。所以要平众生心，那么呢，才能成就平等心，安尼呢就可以成就的佛。所以讲呢，伫咱修行学道呢，当然咱一定第一外在我们不要看人修道，人安怎是伊的代志啊。这个人无好，我就不修，唔修等于是家己吃亏啊。因为假使要做人呢，一定拢有伊无完满的所在，但是修行修家己。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去注意。所以讲呢，咱爱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讲修讲袂，无修无礼。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各自了。上天无私以益是故，家己的定规无好势就好。别人安怎，咱就袂去管。当然，站在同修，我们可以来鼓励成全。如果说鼓励成全都不能去改变，那唯有就是他自己的因缘嘛。当然呢，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讲呢，咱在依法不依人。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要咱精进修行，唯有呢，咱照着佛的步路，内外双修，这样就不会错了。不论的无唔对去，到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成就。那当然呢，就是伫遮中医法忘生死大师啦。中医法。咱各位浅显，伫即个五祖讲，若看上会当真正用无大义，伊要自重了解即个医法，来传承予伊。所以讲呢，以医法来讲呢，伫医来讲呢。那么当然就是咱讲的，伊是一个医法，它是一个有形有相的。嘛就是讲来做一个证明，我就是传承所谓的人，他的一个证物而已。伊是一个证物而已。那么伫法来讲呢，因为伊若毋是地位不高，心硬心，他这个法他得不到，所以依法相信，敢是看这个依法，唔免这个，敢会这个？因为有法才传正路给他。因为安尼讲呢，我家己讲我是六祖啊，六祖无你嘛看五祖有传啥，你嘛摕笑我看卖啊，会当安尼看。但是这心印大法，心印心，所以我们咱今日有经历到，若讲无有正法，涅槃妙心是上无上，不得因闻以教我别传，互相无好徛摄，咱大家敢会当意会？唯有正法你能意会得到吗？敢会当？第三组长，你怎么摇头？你有无遇到袂当议会啊？我是讲咱在座，大家会当议会无？好，你若听着无有正法延长，你即群就议会。这只能言传不能意会嘛。这若讲无求道教，求道做伙看着无有正法，为着会心微笑，伊知影你咧讲过嘢。无求道诶。就亲像迄个即个啥呢？世尊伊离开了着皇宫了，就是去雪山静坐嘛。伊有一天，甲弟子讲伊要带灵鹫山感应啊。你去灵鹫山感应呢，伊就遐济，默默无言。尾呢，伊目睭闭两开两分开，也一支抱落去，摆伫面前，晃动。三千弟子。那是你看我看你，伊讲奇怪世尊的讲要讲感应说法，海无讲家己也一支抱入去尾遐，嘛当假设尊者体会袂到，当讲迄有甲印证，
无有正法，即句话甲印证，这个叫正道。哦，你会心微笑，当然呢，伫生命道法内底呢，你会心微笑，你就是知影答案啦。但是有真正无真正，世尊嘛爱去甲证道一下。安尼，你若无做出代志正道，拢袂当讲是得道呢。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大家无了解了着心法，伊拢总是依着伊因为心法看不到，所以讲呢，伫这所在用依法，伊唔知影讲伊得到这个依法内底，他还得到心法。这个心法，佫是你有迄个意见哪得得到呢？所以重点是伫遮的伫遮。悟道。遮啦所以讲呢，五祖传落六祖了，讲叫六祖，茫个发因法。因为名有显示啊，你得到这物件大家拢去看着，安尼你甲看卖这毋捌记啦，毋捌记啊，咱得到五祖的心法大家嘛，无法度通看比较难啊，毋知讲伊是因为得到心法不在于这一个依波，大家毋知嘛，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当然过去他传法就是这样，一个传法一个人，伊也会当普渡。那当然呢，看会到的传承就是在依波。无了解人，伊想讲我若得到这个真正着做位啊。伊若得到这无这个，伊敢会当亲，敢会当做做，嘛袂当啊。驻村可以啦，家己自称会使啦。先做啊，为师皆做，亲师正做啦。有影，我要自称我是祖师嘛是会当啊有影咧，我若自称祖师，有当要拜佛啊我想讲你这个名但是你若生死搁伫阎罗王的手头，你这个名落伫世间，若死了后，你搁会当得到啥啦？为什么一直去强调我是祖师大德？其实那是不实际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嘛就是讲最主要的就是心法。五祖甲六祖讲指依法指令不传嘛，传迄个名言示，所以伊六祖过来呢，伊就要传依法，但是法敢有伫？有啦，咱得的迄就是啊，我们得到的就是毋知讲我伫六祖了后，道行在于恢体。所以讲呢，伫佛家来讲，传到第六代祖。当然，伫咱的单顶内底有第七代祖。第七代祖呢，就是一个是马祖堂的上师甲白玉祥。白玉祥是在家居士。伫包括六祖以上，要称祖的拢是出家，对无？为什么甲倒来？所谓的七祖内底有白玉祥在家居士。嘛是甲咱讲道转盘盘上，进入了这个规矩。所以讲呢，这点咱一定爱去，爱去甲伊肯定的。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讲用依法忘生死百事，因为要了脱生死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的意见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咱今日咱必须引述一句，敢卖家己拍拖啊？拍拖啊，意思话，重点面对，大家拢对啦，重点面对，一字对，上讲的。咱江先生你是吴江先生。你大家拢无讲江先生去讲，其实咱江先生有那里，当然他是在花音嘛，花天眼嘛，花天眼嘛咱江先生伊嘛做先生的，拢定调点人数出国去的，咱机会一定多啦，今仔嘛真欢喜伊安尼
来教咱大家吼，结缘做咧一个学习，所以讲起来，咱讲有菩萨心，敢爱有菩萨行？无后壁你再咱成菩萨。敢若发菩萨心袂使啊，你爱有菩萨心。你若菩萨心、菩萨行，后面成就菩萨，敢会成就菩萨？一定会的。所以讲呢，这是歹势点我钟安尼讲遮济会感觉讲了伤快去咧。是啊，原来自闭伊武汉就迁汉嘛，所以讲歹伫较高拖地所以讲安尼牵牵一行牵牵一大堆啦，行较不重用，所以讲呢，当然有言不达意啦，若感觉讲有对自也无妥当的希望呢各位贤贤大德呢。当然会当甲互我体验，若安尼话，遮拄仔即个了拄好第几页？21页敢有过？无。21页。拄21页有吗？即摆来第几页开始？24年。安尼即摆来就是第24页过就是身受私为主人不听其者，为祸夫他为教授书，就伫遮开始。因为当然伫个一处，或是可能还袂出国啦，或是8月12号才会出国。伫遮呢，当个邀咱各位贤贤大德共同再来学习。咱剩后壁半年钟呢，咱看有咱贤贤大德伫遮来做一个分享。家己啦自告奋勇，或是伫台北那个前贤就是自动轮流的，大家有去参加，拢有提供，包括先到先的阿庙、班武甲阿庙，他们就是先到先的。伊就是安尼讲大家拢会提供心得。所以讲呢，咱大家这堂课啦，就大家把咱自己的见解呢，甲咱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安尼呢，嘛会使讲是集思广益啦。大家伊的视野会较宽，他袂讲局限在或许的一个见解而已。咱大家有分享呢，当然伊见解呢会较宽。来马上是不是先分享一下？咱若像日后一届后壁迄个，家己嘛敢先看一下啦。无一定讲来遮听讲了，你若拢无事先有看过，你讲虽然有听讲过，无代表要分享一下就 OK 啦咱若知影咱后一届大家要做伙学习是对一个段落，咱若是像有看过，做一个思绪。当然，咱来遮咧心得分享，自然就可以了。咱伫台北嘛相像，因为要做咧学习的这段，因可能拢会去看过啦。毋当讲出来呢，多少加减拢会当分享对一个浅浅主笔啦，会当买当画师第一代参与的咱的这个牛做庄第一次豆浆的我给你没关系。本来是各位贤贤大德，回来头前好啦，无你等下后壁人，即摆徛伫后壁头前人看袂到后壁。谢谢。其实或许第一届来参加要做大片，那么今天听我们点文师谈到这一段或许很有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咱佛祖甲咱讲的生死事单，这段话咱过去拢念，时常咧念，但是呢，大家拢敢要求这个福报。那么呢，咱世生咱六道轮回吼，当然咱大家拢知影有分做天道、人道、交第六道、道几道、阿修罗道这。毋过天道吼，伊是甲就是心道，甲咧享受福报尔。它是单向的，因为伊就是过去做了真济的福报，所以伊去成为神仙，伊是甲在享受这个福报，所以它是单向的。那么呢，它没有多余的时间都去走新业，那么呢，唯有咱人道是双向的，也咧受业，受苦受乐啦，就是咧受这个业报。同时佫会当做作，无佛太甲咱讲，若要落地后世果，今生作这事，所以人道是很可贵的。你会当同时享受你过去世的好的、条歹的，拢爱去承受。所以咱常咧讲过去所种的因，这世人所受的果，所以我们也是在受，但同时我们要做。所以呢，过去毋知影咱拢是干咧做这个咧做啥，要人做这个福田尔。如果咱若家想讲，我们一直追求这个福田的，像咱佛祖讲过，自性有为，无可去，无可能。共款有一世，你若拄啊好，做了无拄好，因为你有钱有势的时阵，是毋是？人讲伫福中会做罪，那么又存混了。就搁沉落去啊！所以伫沉落去的时阵，伫下三道它只有受苦报，因为因家受苦报尔，受苦报因为因就没有分别善恶的这个能力了哦。既然若要受苦报，因就无能力通去分别。若到有能力通分别，伊在世的时阵，伊就有法度判断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就可以判断了。所以一旦轮人到下三道的时阵，他只是在受苦报，他完全没有能力去分别善恶的。所以呢，就是互咱知影讲，咱修学道，如果若是会当见性，毋是讲一直伫后壁咧求迄个解脱。你只要见性，你自然就会解脱。所以目标就是讲，会当如何互咱家己会当见性。见性呢，也就是讲，如果咱无法来体会啦，我还是感觉讲，如果若见性的话，就是了解真如实相，就亲像，咱若有穿迄个缝西衫咱就知影，这是一领衫，还是一条面巾，这是一个实相。但是这条面巾，伊